来看昨吼有2例这个本土病例是为着 BA.5 的病毒，因是到机场接送着亲友，专程弄挂 N95 的喙罨，敢若是伫咧车顶，甲喙罨摕落来啉一个茶，安尼就对了。可见 BA.5 这种的变种病毒传染力真强，要真注意。 疫情了较回，未少人期待出国佚佗。不过，昨增加本土2例 BA.5的个案，因为去机场才亲情防袂着，指标个案专程拢有挂 N95，不过伫过程当中，捌甲喙罨摕来啉水。 新冠病毒除了是飞沫传染以外，还有接触传染，接触过的那些器具、行李箱，或者是其他的物件，那如果那个其他家人摸到的话，他有可能在没有在戴口罩的时候发生传染。 即马本土疫情稳定，政府开放亲情朋友接机，嘛，互人烦恼会造成病毒扩散。若是转来民众先留伫旅馆，敢会较好？如果是一定要求要3天在防疫旅馆的话，等于就是又走回头路，又变得更严格了。防疫旅馆的3天的规定的话，其实也不能够完全阻止变异病毒的进入。 有医生估算，年底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万人。女朋友分析有可能性，不过无一定会发生。疫苗注入侪，死亡率应该下降。甲防疫措施做好，才会当真正保护家己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